来，咱来看台北市第2殡仪馆持续伫咧整建当中。殡仪处拍算要阁起第14座火化炉，不过附近的居民就烦恼讲，安尼恐惊会影响迄块地的交通，造成空气甲水的污染。民众处讲，要phải经过环评的同意，才会当来施工，嘛要求未来标到的厂商都要符合相关的规定。 台北第2殡仪馆整建工程持续，预定年底起营运，明年1月启用，提升服务量能。不过，第1殡仪馆未来的服务量嘛会全面转移到2殡，所以殡葬处规划改建完工了后，会阁新增加14个火化炉，引起附近居民对空气污染的烦恼。 我们这边有个垃圾焚化厂，2殡的那个烟囱高度就跟我们万美里是差不多的高度，它一定飘就会飘到我们这边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这2殡这个对这个烟囱啊标准能定高一点，排出来的那个烟味啊那个污染源会少一点，对我们整个环境会比较好啊。附近里长是讲，因为2殡的地点若台北民众、新店甲深坑啊这个所在地区的民众拢会使用，影响的层面不加大。 希望增设火化炉，会当使用最高规格设备，搁会甲里民加沟通。目前是有14炉，它原则上是符合欧洲还有台湾的环保的标准，过滤还有集成的设备，其实有多道的程序哦。明年度还有后年，我们也会编列相关的经费哦，大概有高达9000万，包括现在的炉子，我们都会定时的做汰换。 之后会有新的标案相关的规定我们都会规定清楚。殡葬处表示，2024年有编列火化场的新建工程前期规划预算，后续爱先通过环评才当施工，预估2033年完成。也是旧的火化炉会同步进行汰换，确保使用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